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6月7日的暗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气象署针对10几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到89线有2搭因为土石放落交通断站，东流线单纯的所在也漏水。黄埔军校100年校庆，不过可能因为雨伤大阵，舞台的边仔熊熊放落，造成台顶2个人受伤，其中一个头壳流血，加在无性命的危险。台北市有高中生偷袭查某同学便所的代志，目前当事人已经办休学，法官要求保护管束3档，也拿民事部分官司要来拍。先来关心的是风面报道，佮加上西南风带来的水汽，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0几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目前有部分所在已经传出灾情，一个南投这个到89线有2搭是因为土石放落交通断站，也那东流线这个单纯的所在也是漏水，另外家己是有丢啊倒站。放弃所在紧急抢修，几日港落大雨，南投县真爱乡地形产业道路到89线71.4到37.7公里的所在，设置土石放落，交通断去，警方封路佮呼吁驾驶人改路。因为连日豪雨的部分，造成37.7K 处以及21.4车辆无法通行，请进入山区的民众绕道而行。外口落大雨，内底落小雨，屏东县东港镇东流线交通正在后村区漏水，工作人员赶紧排除状况。航运业者讲是楼顶排水孔塌掉了，水为其他管线泄出来。楼上的排水孔被它一些杂物跟木板堵住了，所以它水泄不掉，所以从旁边的管线漏出来。它现在已经整个处理完了，所以现在已经不会再漏水了。家己就拢要靠无目屎，找一个强港户，要挂伫我沙倒拍，烦恼泡水出家，连本钱拢去了了。这挂去是惊伊切窗唔收啦，我就是咧学较红嘞你。哦。你啊切窗唔收，我3.5年呢。我3.5要安怎去拍？气象署初次针对全台10几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台中市开设水灾3级应变中心，先伫较低会积水的所在设移动式抽水机。大型的抽水机我们每分钟就可以抽18吨的这个水那所以在这个急降雨来的时候如果有需要抽水到我们这个河川里面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因应这样的水量。区公所准备2万个沙包，互民众带领，维护方面路南加上西南季风，各地拢正认真提早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昨伫中国登陆的马里斯洪台，即卖已经检做是历代性的低气压，也毋过因为这个低气压水汽是真济，所以也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气象署是发布大雨特报，今仔日受方面的影响是上大的。台湾西部甲花莲山区拢爱来注意青光雨、弹雷公，也阁有透风。也那明仔载虽然讲这个方面有小可山对南平，也毋过各地天气也是真无稳定。雨真大，新庄清轻便雨衫冒雨真香，早起落大雨。台南市北门区南昆新大天府一度一淹水超过脚目。加在抽水机发挥作用了后，水才慢慢提起。黄山河方面前沿拄到热带性低气压，对流云系真旺，全台天气拢无稳定。西半部偏雨地区甲花莲山区爱风大雨，但雷公甲强阵风到拜一各地天气依然是无稳定。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东，都还是容易会有明显的降雨。特别是在山区，雨势还是比较明显，有机会会有大雨，甚至是局部豪雨的降雨出现哦。一波黄山雨方面，对拜六暗时就开始影响台湾，受大雨影响，松花公路大九线总的路段163到164.4公里的所在，拜六深夜有2个所在水崩山土石流甲路砍掉咧，车辆被迫停落来，公路桥赶紧抢修。因为在04、03强震以后，包含最近的一些不断的余震除了一些余震以外，沿线有一些比较破碎的部分，再加上我们有一些短时的一些大雨它会有一些
侵蚀。摆早开始，华南水气佫增加，到时各地佫有短暂阵雨，因应黄山号方面报道，经济部紧急应变小组提升为2级开设，提醒关系政府启动抽水站甲抽水机，也呼吁民众非必要莫去山区或到海边这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黄埔军校今仔日举办100档的校庆的活动，这3军拢总有13校的校友会，拢来到凯道咧庆祝。也毋过，这活动煞传出意外，警方表示可能就是因为雨落甲伤大阵，所以舞台的边仔转向放落，造成台顶2个人受伤，其中1个人是头壳流血，加在无性命的危险。本甲一半向。后白落来，更加触到大家大声话，台顶2个人受伤，还有表演的人头壳流血，紧急送医。红架不稳，大家先退开。警察伫现场管制，台顶所有人特地组补场，原本是要庆祝黄埔建军建校100年，却发生意外。警方表示，大雨积水，才互骗客倒去。他只是滑一下而已啊，就马上把它修正，让它水泄掉就好了。陆军官校校友总会抢伫高雄凤山陆军官校6月16 100年校庆进前6月初2凯道承办嘉年华集会，进前传出中共当局要邀请咱的退伍军人去中国黄埔故址参访，争取黄埔会基权的意味真高。不过陆军官校校友强调对话无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可能会庆祝所谓的黄埔100年，这些学长们就是本着一个慎终追远的心，他们只是去追溯黄埔的源，但是他们不会忘记在中华民国受的黄埔教育，正统的黄埔教育在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经常觉得那边是庙神都在台湾。咱的黄埔校友是毋是去对话引起关注？陆军官校校友总会强调，黄埔正统伫中华民国，即马建校100周年，也佫引起两岸政治的拼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公山有一个七车路口，伫个5月31日暗时，那像就是因为水管破去，结果涂骹出现3公尺长、1公尺宽的窟窿。结果这个窟窿吞起来了后，过长工搁再放落，有一个骑乌多摆的妇人人摔一个头壳受伤。自来水公司就表示讲，会派人赶紧去慰问，也会赶紧来补救解决问题。妇人骑车经过高雄公山区这个交叉路口，才骑过新埔的点仔街路，就连人带车跋倒。原来这个甲其他路面无共识的所在，2天前才因为放力由代管单位紧急吞断去，甚至到搁放力出现2公尺深的坑，互骑车经过的人摔到头部受伤。目前的状况其实已经逐渐的在好转的现象了。后续的话，当然会做一些跟有关相关的机关单位做一些了解，到底是其实发生在哪里。当然是喊嘛，到为了多保护你，就要弄你啊！昨下保有一条都快救衰啦。高雄讲，妇人人状况已经稳定，不过爱伫家户病房观察，造成放漏原因初步检判是自来水公司在地下开更供涉水。现场路面开挖大小约6公尺乘3公尺乘2.5公尺，进行管线修理。虽受大雨影响，本公司仍将尽速抢修。路面的坑才补好一天，搁放塌，互附近住户感觉真坎坷。水公司表示，已经派人回本伤者，初日下晡路面就会修好。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一间高中发生查甫学生连续2档拢是咧偷翕查某学生便所的事件，一直等到有同学伫咧网络看到影片，这件代志才总算曝光。目前这个查甫同学已经互人记过2届啊，而且搁办理休学。也若法官是要求爱保护管束3档，也若民事的部分官司是要咧拍。台北市一个高二篮球队男学生对高一开始电话探伫要下课进前，以腹肚疼为理由，向老师报备了后离开教室，结果偷偷走到查某囡仔便所去秘。等下课时间一个到，对便所的隔壁间的芳偷翕查某囡仔用便所影像，时间有2年。到去年底有同学发现本案影片伫网络上流传，向学校反映，专案才逼出来。那送到奖惩委员会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我们的大过是需要有性侵跟性霸凌，不符合大过。那他们找到小过是符合的，所以他们的决议就是记2只小过。案发了后，学校通报教育局调查了，确认性骚扰事件成立。讨论了后，家长处分时记过2摆。教育局要求学校进行相关的辅导，并且强化便所隔间的设计。他们现在呢是已经要
修他们学校的奖惩规定，如果涉及这种性别事件，必要时情节严重，可以记到一大过。教育团体认为，男学生定来以腹肚痛为理由，提早离开教室了后去偷袭，时间有2年遮久，教师甲学校警觉性不足，无多加注意，造成偷袭行为一再发生，真无应该。他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一直的偷拍而不被发现？那学校的管理是不是有些问题？或者是说，这个孩子他借故肚子痛，然后就离开教室，难道没有任何人会去关心说，他怎么了吗？为什么常常这样？原来这个男学生案发了后已经办理休学，2个被害女性提出告诉，刑事部分法官告知保护管束3年，民事部分因为和解金讲袂完，也是拍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拜登才拄讲，这以色列的停火协议有得到卡达甲埃及的支持。结果，即马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伊说讲，若无甲这个哈马斯脱掉，伊就袂停战。另外，以色列人民是因为这个临节要袂返去厝内，所以转行上街仔头来抗议，甲警方起冲突。哈马斯掠去的人质已经伫加沙239天啊！几若千名的以色列民众就集伫首都特拉维夫抗议，真生气的民众甲茶甲物件放斗阵放火烧，现场是四界拢是高烟，警方赶紧来拍火。以色列军众也斗阵来要求政府接受美国总统拜登伫3月所提出的停火甲释放人质的协议。抗议的场面是真混乱，也有民众和镇暴警察带走。Many of the hostages already are no longer with us, and some of them are in their last strength. So we need to get this deal, accept this deal. I am here out of desperate concern for my country. I believe that our government is leading us to ruin. 反对以下战争的群众活动由安伫美国继续进行。美国总统拜登行出离霍伯斯海波时，遭到20多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大喊口体。拜登面上是无什么表情，坐车离开。几若100名示威者伫布鲁克林博物馆头前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行动，有一寡示威者想要走入去博物馆内底，甲警方拍起来。纽约市警方伫7讲，因掠到29名抗议者，也让博物馆也因此提前1点钟来关起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互加沙加做一片荒废的所在。拜登公开3阶段停火协议，包含停火6礼拜、释放人质。以色列撤出加沙，加重建加沙。拜登讲，这是以色列上早提出来，也得到卡达甲埃及的支持。也毋过无想到讲，纳坦雅胡确实伫7月再讲到，除非彻底消灭哈马斯，若无会同意结束以下战争。公视新闻深入配编译。第21届香格里拉论坛即马当咧新加坡进行，中国国防部长党军就来发表演说，警告即个台独的势力就是咧走向灭亡。咱的陆委会是来回应讲，即个党军的行为已经违反联合国的宪章，呼吁中国就要看清楚，即个中华民国已经有存在的事实啊。即个美国政府国务卿阿米塔吉伊也讲，中国愈无用咧欺负台湾，就会有愈侪人出声来挺台湾。香格里拉对话论坛伫新加坡展开，中国国防部长党军伫发言时阵，佫表示，中国立场警告台独。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捍卫祖国统一，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陆委会回应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一直民主繁荣事实，放弃非理性的言论作为。最近常常伫国际场合公然用武力威胁台湾，已经违反联合国宪章。国军也查到2架军用机超过中线，6架强艦，4架海警船伫海周边活动。国防部长郭立雄证实，要成立创新科技小组，发展无对称战略，将尖端科技应用伫军事领域。美国政府国务卿阿米塔吉受访也讲到，中国愈欺负台湾，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就愈济。Taiwan's geographic position in the world is the definition of tyranny by proximity, and Taiwan has to live with this. But while China is busy bullying Taiwan, if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speaking up for Taiwan. 我想这个趋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当然也会牵动到台美的在未来合作。
一方面，台湾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还有强化我们自主武器的研发。还将成为创新科技小组对台美关系有帮助，也带动国内经济。中国继续恐吓台湾，国际也高度关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一直对海空的领域来交叉台湾，咱也透过这个各南各泽来强化海防的实力。副总统萧美琴今仔日是亲身到南去主持安平级顺风艦、永空艦的交船典礼，也宣布这第19只当日起造的这个港一级的顺风艦，就爱号名叫做长滨艦。南艇伫海上进行攻击、内航训练、水炮试射，种种测试拢成功。这是600吨级的永空艦车里高护南艇，由副总统萧美琴亲身来主持。这些新造的海巡舰艇，除了强化我们在海洋巡弋的能量，也大幅提升在通讯、侦搜以及平时战时转换的能力，为海巡带来更坚强的力量。这是萧美琴就任副总统了后头一场南部公开行程，也是2018年执行141只丢建海巡南艇发展计划以来头一摆为副总统主持。交船仪式结束了后，萧美琴也宣布，这阵才伫兴建的第9只600吨级顺风南艇正式号名正式长滨艦，并且举行这个杠杆的仪式，祈求造艦的过程平安顺利，捍卫我们国家海洋国土。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我也为各位的努力感到非常的骄傲。萧美琴强调，海洋连接世界，各南各族将法度打造繁荣安全的国家。对着台海周边铺设的地带，中国是一直侵略，伊肯定海巡同仁以高度专业来面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希望各南各族的各级舰艇如期如期来完成，经由设备的提升，强化国家海域的执法效能。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由受难者的家属所组成的天安门母亲也来举办这个纪念活动，要求中国政府来公布死亡人员的名单，也要公开来核实的。也那民间团体华林民主学院，这回也特别邀请台湾甲香港的艺术家来7月35周年的艺术展览，展现无放弃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战车驶过去，10个人徛在头前走动。这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百姓遭到武力镇压的血泪历史，留下鲜明的见证。35年过去，死伤者家属组成天安门母亲团体，举办9年节。在此向他们罹难35周年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无尽的思念。遇难者亲属无法度出来，暗过一摆向中国政府要求罪名事实加公开回释的。以政府的名义向全社会公开道歉，还我们公平与正义。六四35周年进前，港大艺术家受邀参加生死存亡艺术展，这把最个心中的星星总会落落来作品，是香港艺术家留学生将老爸迄时阵收藏的文汇报六四特刊来加以创作的。5个星星有1个大，4个小，所以你们就会联想到是什么国家的一部分。我的相信就是，星星不会永远在天上面的。捌参加香港战中运动的蔡志豪用装置艺术展出迄几年到车路的布棚，讲因体会为争取民主奋斗的心情。去那个天安门的那个学生说是买丢体那一句，那个心情突然间就领会得到。但被雕塑家古典外作品《天竺跳》，这摆伫台湾展出是3D 列印。原本展是香港大学校园，这几年互港府拆掉，调整歪曲痛苦真相，向定六四遭到粗残镇压的受难者。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伫今日早起晚9点半的时阵，近海发生规模4.8到4.4的地震。因为伫4控3过了后，这地震尾是一直咧来。虽然讲关公署伫6月有开始来推出进行补助的方案，也毋过一寡旅宿业者也是表示讲，这大房率是真低，市区真侪店头拢已经倒塌。
截至第9个冰星早起9点27分到28分，花莲近海发生水事规模4.8到4.1地震，数控山地震一条地震尾也重创关公。亲像花莲市中山路已经上路至金山高上宽，地震了关门倒斜点头愈来愈多，名产店也只剩网络订单来维持。深受观光客实地店面的头家上清楚。是因为地震吧，大家都不敢出来花莲啊。我看有很多地方贴出租了。倒的很多啦。为进行花莲观光产业，观光署6月推动大小补助方案，平常时每人1000，假期每人500，按过陆续业者平均的大小率也是无起来。端午连假，花莲地区的住宿率，第一天4%，第二天15%，第三天4%。影响外地客人到花莲来的意愿，最主要是因为交通，还有最近比较大型的余震。真侪观光景点也为6月开始恢复开放，交通部长李明元也亲身去花莲骑脚踏车，翕宣传影片，也强调花莲目前正安全，也搁研究进行补助的方案。今天才整个开始这个专案的计划，那我们会看后续整个旅游的状况、订房的状况，再做相关的一些调整。愿意去花莲观光客表示，不是回补贴才来消费，主要是希望地震了后，因帮助产业起来，由花莲在地民众用实际行动带增加在地出佚佗，希望让外界看到花莲已经恢复元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地消息，嘉义县的义德乡对2022年就开始来推广种高粱。经过3冬的时间，这种植的面积对一开始30甲增加到已经有650甲。这农会也利用高粱园来办食农教育，唔但让民众会当认捌这项作物，嘛希望讲会当鼓励在地人做伙来种。大人囡仔做伙伫卖公内底耍，然后阁有小解高粱的知识。大人囡仔哪耍哪学习，嘉义县义德乡农会利用高粱举办食农教育，让民众来到产地看高粱的生长，食在地特产。做趣味的啊，而且囡仔会当知影讲，这个物件就叫高粱啊呢。他有一寡食农教育，然后让小朋友能够认识高粱这种东西，农作物啊。过来的是讲，我们现在的农作物其实都不太好种，所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说我们要珍惜食物。义德农会结合在地各一甲高粱田，举办食农教育的行读活动，紹介義德鄉種的高粱。農界長表示，3冬以來，義德種高粱的技術愈來愈好，這對後景農地活發真有幫助，嘛，讓農民會當增加收入。跟金酒合作這支金門一鼓作氣，所以我們來推高粱，讓這個產業，讓這個價值較懸呢，然後這農民的收益較好誒。多一種那個成果。收入啊，还有农民的收益也是蛮不错的。义德農會表示，義德鄉種高粱的面積20活當前有2500公頃，這3冬甲金門酒廠合作，已經為30甲增加到650甲，希望鼓勵在地農民做伙加入，讓義德鄉過去高粱產地的名聲會當重新擱找倒轉來。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再来看台湾 Me Too 的运动已经满1冬啊！台北当代艺术馆是邀请艺术家针对这个议题来规划关系人展览，回应迄摆的社会运动，用佚佗的方式来探讨家庭、学校，也有青少年等等无共面向的性别暴力。对规排的衫裤内底紧出假意的帮家人打扮，这是高雄师范大学学生组成的艺术团队，将囡仔耍的扮装游戏变做立体的版本，当咧台北当代艺术馆的关系人展览中展出，希望透过游戏推广性别暴力防治。我们相信就是议题可以融入到某种游戏的设计里面，可以透过游戏的方式来体验这个关系人的主题。展览规划人讲，展览主要是要回应 Me Too 运动，合作关系人是因为伊认为大家拢算 Me Too 事件的关系人，希望透过模拟以及游戏形态的艺术作品，引导社会对性别暴力议题的关注。这场展览其实主要是回应 Me Too 运动它对我们社会造成的冲击。那这个冲击会随着时间减弱，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跟这个事件其实是相当程度的有关系，那这个关系就可以协助你去把这个关注延长。展览中嘛鼓励社会来增加亲子对话的作品。展览规划人嘛希望透过展览，让亲子之间会当卖歹势去讨论性别话题。记者柯宣、曾俊佑台北报道。
人讲4月望正雨，5月无大土，这几天拢一直拢是落雨的天气。继续来关心明仔载天气的状况。北部地区21度到25度，中部地区22度到26度，南部地区是23度到27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28度。外岛地区19度到25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电影现在最主要爱靠这个电话，靠一包电话。